幫老人家揀院舍，最怕佢哋覺得悶，又怕自己探訪唔方便。荃灣呢間全新院舍絕對令你改觀，距離港鐵站只係5分鐘嘅路程，哇！仲要直連商場。最正嘅就係院舍旁邊就有間大酒樓，以後探訪老人家行過去就可以一家人開開心心飲個茶，探訪日變成溫馨家庭日。行入院舍第一個感覺嘅就係好新淨同埋好有活力。全場採用大量嘅玻璃間隔同埋淺木色嘅設計，採光極佳，加上色彩繽紛嘅佈置，感覺就好似去咗一個現代化嘅社區中心。設施方面一樣咁專業，特大物理治療區，有齊各種嘅復康設備，具備唔同嘅房型設計俾你選擇，注重私隱得嚟又方便照顧。而每個房間入邊仲有獨立嘅電視屏安鐘。嗱，呢部電視唔單止可以睇電視直播之外，同時都係個呼叫鐘，撳一個掣直駁護士站。而院舍四周都有防滑扶手，住得安心又放心。想長者住得開心，家屬又探得輕鬆，即刻聯絡奇樂窩免費配對啦！奇樂窩心，專業貼心。